Hello，大家好。嚟到2026年7月27號禮拜一凌晨時分，桑普論證。琴日咧就播出咗禮拜日啊，26號咧就播出咗我同即係游清源嘅呢一個央廣嘅節目啦。希望大家中意。咁下個禮拜繼續有噶。喺呢個時間咧，即係大家知道禮拜一凌晨時分，希望今日早啲做節目，唔使推到咁夜嚇。大家講，我哋呢一節會講講美伊嘅最新局勢，同埋啲國際情勢嘅最新嘅變化。美國中央司令部咧連續係13日咧對伊朗軍事目標發動夜間打擊之後咧，就係24號嘅夜間未再攻擊，為期接近2個禮拜嘅夜間空襲咧首次暫停。大家知道係美國總統 Trump 咧24號親自下令暫時唔好對伊朗咧發動新嘅攻擊㗎。事實上過去嘅2個禮拜裏邊咧，每日嘅下晝 Trump 都會主動批准軍方提交嘅打擊計劃，而呢啲打擊計劃都係幾個小時之內咧 execute 即係去執行。不過24號咧 Trump 收到類似計劃嘅時候咧並未批准就反而指示軍方咧暫不執行對伊朗嘅打擊計劃。佢話咧 Trump 自己話佢可以選擇繼續打擊，甚至升級打擊嘅強度烈度，包括摧毀伊朗嘅一切。但佢表示咧，認為更明智嘅策略係同伊朗達成協議。佢話我哋正在同伊朗傾偈，認為隨住時間嘅推移，佢哋會越嚟越認真嘅。呢個就係 Trump 嘅講法。佢喺白宮記者協會嘅晚宴上面咧，都提到同伊朗對談嘅可能性，表示伊朗目前仲未做好達成協議嘅準備，但佢願意傾聽伊朗嘅訴求。即係我就話咧，就係睇點睇啦。我會覺得成個戰略上面，我分兩件事啊。成個戰略上面咧，我覺得盡快解決啦。OK，我都覺得 Trump 而家咁拖落去咧，個速度咧未如我意啊。當然就話呢樣嘢係咪即係話我係最大咧？當然唔係啦。但係我就話我認為戰略唔應該咁樣打。咁所以 Trump 同我戰略上面咧有唔同嘅諗法。但係個戰術上面咧，我唔會喺呢個地方度咧批評佢，我會保留意見咯。咩叫戰術上面咧？你知道打人一拳咧，要收手先可以打另一拳嘅。咁你話要繼續打落去，你不斷增加濃度，不斷提升呢樣嘢，咁去到嗰個位一定去到個崩斷點嘅。你係咪要喺崩斷點你 ready 扶植新嘅政權，避免權力真空咧？呢個就係需要佢去諗嘅嘢。咁你收手呢下嘢，其實兩個考慮，一就係話咧，希望俾多一次機會，其實俾咗好多次機會㗎，我覺得根本唔值得俾機會添㗎。佢認為要俾呢個機會俾務實派，能夠壓垮強硬派，俾人打到你騰跳蚊雀，連發你13日，第14日咧開始唔發啦，而伊朗都證實呢個消息啦，冇發啦。咁冇發嘅時候咧，係咪俾有機會務實派可以當頭咧？咁你諗下，如果我嘅認為係白面黑面，而不是 Trump 所講嘅務實派同埋強硬派，咁你永遠呢啲嘢都係個伊朗嘅騙術啊嘛，係咪？呢樣嘢係陷入呢樣個咁嘅情況，呢個我對於戰局嘅認識啦。所以我認為咁樣搞法咧，未必係一件好事嚟㗎。另一個資訊同大家分享咧，Trump 去縮呢樣嘢，唔係只係話俾機會俾務實派壓垮強硬派。呢樣嘢係即係一直以嚟大家嘅睇法。另一個 X factor 出現咗，就係中國。呢件事就牽涉到咧，中國要喺 Trump 嘅眼中點樣處理？即係簡單嚟講，Trump 點去處理雜豬頭嘅問題？5個月啦，呢單嘢咧 ，Trump 係希望中國即係表面上講啦，希望中國出面能夠勸和促談，但係事實上一定要每一步都係美國嘅利益咧行先。咁後面呢個嘢咧，當然唔會公開咁講，但係佢肯定係要中國做一啲嘢。喺呢個時間咧，點解會突然之間收手咧？顯然係同中國有啲嘢做緊有關。Trump 見中國雜豬頭，你做緊啲嘢，就揾咗個巴基斯坦尋求美伊談判。巴基斯坦咧食兩家茶禮嘅，
一方面咧，美國咧亦都要聽，即係佢要聽美國話；另一方面聽中國話。咁啊，中國就係推動之下咧，巴基斯坦正係積極尋求重啟美伊談判。咁啊，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關係密切嘅伊朗內政部長莫梅尼咧，咁喺10日內2次訪問巴基斯坦嘅首都伊斯蘭馬巴德，會晤巴基斯坦高層同埋陸軍參謀長穆尼爾。穆尼爾係 Trump 嘅重要嘅其中一個非常重要配合嘅人啊，係巴基斯坦嘅陸軍參謀長。咁啊，就重啟談判展開試探性嘅討論。咁啊，當前局勢惡化，咁啊，大家知道咧，美伊談判係即係困難重重㗎。我知道最近美國嘅做法係乜嘢咧？以色列又想喺度搞嘢，美國話唔需要你搞，要打我叫你搞你就去搞，我唔叫你喐你唔好喐。對中國就係話咧，根本唔需要你斡旋，你要斡旋得，我咪睇下你，我收下手一日，你有冇斡旋得到先？我其實收手呢一日唔係試伊朗，根本試你中國。我試你中國係咪真係搞得掂伊朗？我肯定係搞唔掂。咁我花多1-2日時間，花多1-2個禮拜時間有乜所謂咧？我要睇下究竟個虛實係啲乜嘢。有時候打人一拳，縮手係睇人哋嘅虛實，佢咪典藏典隻，定話仲係意志昂揚，一定要打落去？呢個就係做人嘅做法啊嘛。所以就話你有個 X factor 出現啦，中國要做炸兩，要做斡旋人，要希望勸和促談，因為咧伊朗被美國封咗成個岸邊，所有嘅伊朗原油出唔到口，中國就好驚，即係話咧中國一定話伊朗你繼續呃住美國先啦，一定揾啲人咧同美國傾一下，就話咧。我哋係會願意傾嘅，希望美國咧責心人口，將呢個港口解封，試過解封啦，而家咪封翻轉頭咯。咁中國而家開始咧頂唔順啦，咁美國就係戲弄緊伊朗嘅時候咧，其實係睇緊中國，變相係戲弄緊中國。呢個就係 Trump 嘅性格，即係做人有一個性格或者做人嘅眼光，佢中意 L 狗啊，中意玩嘢。我就唔中意咁玩嘅，我點知呢隻狼狗幾時破嚟咬我？我唔係虐待動物啊！你唔好當我咩黃黃，我係對付黃黃，唔係咁嘅意思啊！我絕對反對虐待動物啊！但係你呢啲咁嘅狼狗，呢啲咁嘅豺狼，呢啲咁嘅野獸，我梗係對冧你先啦。咁喺對冧你過程中，我哋要睇翻旁邊後面幾個更勁嘅猛獸，佢嘅睇法係點啊？我唔係要顧全佢，我唔係為佢服務。我係為我自己嘅安全利益做最好嘅盤算。咁而家點樣喺呢個地方入局咧，係非常緊要嘅一件事。即係話咧，咁你搞咁耐，即係話你中國勸和促談唔到啦，中國你無能啦，打。如果咁咧 ，very good。如果你話中國你搞得掂，我哋又繼續咧簽一份新嘅和約，或者咧解封你個海岸，咁你咁拖落去嘅話咧，That means not a good deal。呢個絕對唔係個 good deal。我諗最後個時間就收一收手，咁睇下你中國玩啲乜嘢。我已經寫好劇本啦，你搞唔掂，你玩鬼我，算封你、懟你、掠你，就咁樣玩，原來就非常好。我覺得應該咁樣做，開弓沒有回頭箭，千祈唔好喺度咧心慈手軟嚇。以前我讀中國文學咧，即係有呢個項莊舞劍啊嘛，係咪？咁范增咧就舉所佩玉缺，以示之者三。君王千祈唔好為人不仁啊！咁呢個就係《史記》司馬遷嘅記載啦。我就話呢件事一定要好咁做落去。我唔係范增，我唔想做任何嘅幕僚。我只係話呢件事係我係從一個外面嘅評論人係咁樣去分析一件咁嘅事咯。咁大家睇一睇，係咪應該咁去睇一件事啊？巴基斯坦嘅調停角色，因為也門青年運動即係胡塞組織對沙地阿拉伯實施海上封鎖，攻擊沙地阿拉伯油輪而複雜化咗嘅。而沙地阿拉伯係巴基斯坦傳統嘅盟友，兩國去年簽署共同防禦條約。巴基斯坦高度依賴沙地阿拉伯嘅財政援助嘅，
而巴基斯坦已經譴責胡塞武裝組織青年運動嘅攻擊。佢話如果調停中過度傾向伊朗呢，就會激嬲沙特阿拉伯。另外一方面呢，中國都係巴基斯坦最重要嘅經濟後盾。就係中東嘅能源同貿易航線受阻，中國有迫切經濟利益推動外交解決。巴基斯坦嘅外長達爾上個禮拜訪問北京，同中國高層溝通中東斡旋問題。巴基斯坦官員直言呢，中國對局勢極為不滿。伊朗襲擊波斯灣國家同埋霍爾木茲海峽，近乎封鎖，嚴重損害中國利益。紅海航運中斷，更重創北京嘅貿易命脈添。中國外交部聲明支持巴基斯坦等方面嘅調解努力，將會繼續為中東持久和平發揮建設性作用。而中國外長王毅呢，24號喺上海合作會議外長會議期間呢，會見伊朗外長阿拉奇，對緊張升級呢表達關切，強調美伊1個多月前簽署嘅諒解備忘錄係多方斡旋嘅寶貴成果。咩多方斡旋一隻，完全美伊之間嘅傾偈啫嘛，同你中國冇關係。又拿上世話我有份㗎。佢話不應前功盡棄。佢話目前當務之急係回歸談判方向同埋諒解備忘錄嘅共識。而王毅重新支持伊朗維護主權安全，支持巴基斯坦等國斡旋解決霍爾木茲海峽嘅問題嘅。呢個係中國嘅立場。伊朗嘅外長阿拉奇就向中方指責美國違反備忘錄，導致情勢升級嘅。繼續拗啦嚇。但係強調咧，伊朗談判嘅意願咧未變㗎，唔希望衝突持續，呼籲美國克制，期待中國繼續發揮緩和局勢嘅重要作用。佢就話咧，巴基斯坦已經話咧，佢哋國家已經向伊朗傳達明確信息，必須停止對沙特阿拉伯同埋波斯灣國家嘅攻擊，係重啟任何談判嘅先決條件。同時咧，美國總統 Trump 亦都24號發文表示，相信習豬頭同埋普京呢唔會喺中東衝突中協助伊朗，但警告如果你中俄選擇介入，對佢哋嚟講係非常壞嘅。最近有一件事咧，大家睇啲旁邊嘅新聞咧，就啲俄烏戰爭咧同伊朗衝突咧，而家開始有交疊。澤連斯基烏克蘭咧最近咧就發無人機去攻擊喺裏海 Caspian Sea 上面嘅俄羅斯，即係對於伊朗之間嘅一隻船。因為喺呢個期間咧，伊朗嘅南境咧全部都封殺晒。旁邊你話嗰啲國家咧都同伊朗不友善，咁伊朗唯一嘅突破就北邊，咁由第比利斯西北邊延伸出去，或者係東北邊延伸出去，一個俄一個中，或者兩個都有中俄嘅成分。中間係咩地方呢？裏海 Caspian Sea， 即係大家讀地理係好大、超大嘅內陸嘅一個湖泊，其實都唔係湖泊嚟嘅，係一個真係海嚟嘅，個好大嘅。Caspian Sea 咧上面有俄伊之間嘅貿易，中伊之間嘅貿易相當多。美國完全知道，一睇衛星就知，有啲嘢放任你做一段時間，睇清楚你嘅虛實。喺呢個期間睇清楚，我真正嘅對手中俄佢嘅虛實係啲乜嘢。好，咁呢個期間咧，最近咧，澤連斯基烏克蘭咧就無人機攻擊呢啲船隻。跟伊朗就拍台啦，跟住喺度指責呢個烏克蘭啦，話呢個即係兩個戰場開始有交疊。呢件事如果唔再迅速解決嘅話咧，有好多唔同嘅路徑會走出嚟噶啦。即係你畫鬼腳一樣啫嘛，即係你會有 X factors 唔同嘅嘢就會聚集。我就話呢件事你唔盡快解決就會咁樣。咁我話啦，希望呢件事大家都明白啦，就係話，宜快不宜遲咯，唔係話澤連斯基做得好，我唔係做一啲咁呢個 ground level 嘅評論啊，而係從個戰略嚟講，會顯示到咩更加大嘅問題，因為有好多嘢可能會趨於不可控。原先中俄唔介入，可能喺局部嘅問題上面咧開始發聲，咁呢樣嘢咧對於問題解決不利嘅，對美國係不利嘅。當然啦，美國亦都有好多情報嘅，情報好多個嘅。咁其中一個情報就係話咧，即係哈梅內伊瓜老襯啦，
咁啊，Trump 曾經講過，新上任佢嘅仔咧就係呢個穆吉塔巴咧就係比較理性，咁啊雙方對達成共識有信心。亦都講過咧即係佢呢個仔咧就係唔可以做，即係唔鼓勵佢做呢個最高領袖啊。但係佢都話有同佢有傾偈，最後都覺得咧係可以傾嘅。咁啊，亦都有美國情報顯示咧，即係穆吉塔巴似乎比過去領導人咧更有意去發展核子武器嘅。即係以前都係講緊，誒頂下嚇，即係將個核濃縮鈾嘅濃度咧，由一般20%嘅呢個核電咧擴展到50、60，但係未去到80、90。咁可能而家咧穆吉塔巴更有意願咧，佢想咁樣做。咁啊，穆吉塔巴同埋強硬派嘅政府咧，更有意願發展先進核武呢樣嘢咧，係製造新嘅不穩定。嗱，呢個當然係一方面嘅情資啦。但呢個情資嘅來源係乜嘢？當然佢唔會公佈啦。但係就係話有好多嘅情報，你做 CIA，你做情報人員，你記住，你收到嘅情報有好多個，你分辨啲情報可信唔可信、重要唔重要、關鍵唔關鍵，就需要你涉及到分析與利用。所以我話啦，你做情報嘅工作，你第一樣嘢要知道嘅就係呢一點。你就揾啲間諜跑腿，都係第一線揾情報，得一個間諜睇一啲嘢，佢睇嘅嘢未必準嘅。咁你點樣去睇呢件事咧？係尤其關鍵。你問我咧，一定會。你諗下，穆吉塔巴都要為父報仇、為國爭光、為自己爭取餘下嘅名聲、創造地位啦。佢而家唯一能夠絕地反擊嘅就係核武嘛。所以呢樣嘢 Day One 唔需要你有情志，is common sense。佢已經有報復心啦。當 Trump 講話穆吉塔巴其實係好理性嘅，其實我哋有個好大嘅疑問。佢憑咩好理性咧？冇咩好理性。佢嘅匿得好好地，亦都冇被殺。喺咁嘅情況下咧，佢更加係即係冇錯。佢未必喐得到好多嘅呢個軍頭，就嗰啲 IRGC 啊，伊斯蘭革命衛隊啊。佢影響力、權力都不及哈梅內伊不及呢個賀梅尼，即係以前嗰個即係高米尼，即係以前第一個人，兩個人都不及。但穆吉塔巴佢有咁嘅野心，係顯然啊。佢權力未必好大，但係佢咁嘅野心咧，軍頭中意啊嘛。佢嘅權力穩定啊嘛，呢一點係緊要㗎。咁啊，如果判定咧穆吉塔巴係有可能追求核武，將會為美方升高局勢咧提供額外嘅正當性㗎。即使美國官員堅稱伊朗並冇行動重啟核計劃，但係呢確實採取步驟保存相關設施，包括喺鼓山下面嘅離心機。咁啊，有《華爾街日報》近期嘅報導就話，伊朗已經將部分離心機移往位於中部鼓山嘅高強度嘅地下碉堡啦。咁喺舊年嘅美國轟炸伊朗核設施嘅午夜鐵錘嘅行動入邊咧，鼓山係冇被列入目標㗎。呢個設施亦都遠超過美國嘅打擊範圍，威力最強嘅傳統武器已經難以觸及。伊朗喺檢視午夜鐵錘嘅設施受損情況後，掌握咗美國武器嘅穿透範圍，對於鼓山嘅防禦深度信心十足，因為600公尺。上次Natanz 嗰啲咧係100、200公尺，今次600公尺深，佢覺得掂。咁一個彈唔夠，咪掟3個彈咯，咪掟30個彈咯。你6000公尺都冇用啦，係咪啊？即係呢個係你6萬公尺都冇用啦。所以呢個就係咧，我會覺得佢哋好戇居嘅地方，好有信心。咁中國對於西山即係北京，我覺得好有信心啊。睇下係咪真係好有信心啊？即使係咁，伊朗仍然擔憂美國會派遣地面部隊由內部破壞呢個鼓山核設施，因此調動部隊駐守㗎。咁就係呢一個係緊要嘅。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尤其喺拜登晚年最撚尾嗰一年咧，伊朗係作惡，大幅度咧去發展核子武器。OK，非常緊要。呢個就係拜登嘅弱勢咯。即係今日 Trump 上台係終結咗拜登呢個亂局。萬一未來，如果你話民主黨嘅 AOC 而家最熱門係 AOC 即係民主黨極左派最大嘅就係 AOC，一個極左派對外交一竅不通嘅人。
如果佢當選為第48任總統嘅話咧，我諗真係慘啊！即係咁搞法咧，世界好可能會有大戰，因為呢啲咁嘅壞人就會急速將所有核武器儲備妥當。而家 Trump 就要喺呢個時間完全摧毀晒呢個功能。即使有一日佢不在位，即使盧比奧範斯都不在位，有一個咁嘅垃圾人喺度，基本上咧世界唔會立即爆發戰爭。OK，呢個係最基本嘅一點。咁另外咧，我哋知道咧，我都話啦，打完之後，而家縮下手啊嘛，而家未打啊嘛，會唔會再打一場咧？我認為係應該要，而且亦都有一個咧，Trump 第一任嘅國防部長，亦都佢非常信任嘅國防部長，就叫做 Mark Esper。OK，Mark Esper，咁佢亦都咧認為 Trump 係即將升級對伊朗嘅攻擊行動。咁你打13日，停一日，咁點解會得出咁嘅結論呢？嗱，我睇下 Mark Esper 點樣講。佢哋接受 Fox News 嘅新聞時嘅專訪嘅時候表示咧，美軍當日之所以冇喺夜間攻擊伊朗，係為咗重新部署、準備、重新裝填，即係重新 reload。咁借呢樣嘢喺未來發動更規模更大，睇起嚟更似係戰爭開端228當時嘅大規模行動。Esper 就話咧，停止空襲可能只係24個小時、48小時嘅喘息時間。Trump 依然對伊朗維持封鎖㗎。咁佢希望睇到 Trump 將封鎖擴大到伊朗周邊所有類型嘅進出口嘅點，不論係空中、海上、陸地都係咁樣做。佢自己非常支持封鎖伊朗嘅，因為封鎖能夠切斷伊朗所有收入來源。如果伊朗冇錢啦，佢哋就無法重建軍隊，無法追求核野心，亦都無法支持佢哋嘅代理人組織。Trump 目前仍然保留外交手段、談判手段作為選項，因此 Trump 可能係利用攻擊嚟威脅，令到伊朗重返談判桌。但關鍵都係咧，要繼續封鎖，呢個係冇辦法去切除嘅一樣嘢。所以我諗我同 Mark Esper 嘅意見係有啲類似啦。我就覺得呢樣嘢係打收再打，但我就話呢個地方我哋能夠知道佢戰術上面咧，佢點解要收呢一下？但我就喺戰略上面咧，認為美國唔好再俾伊朗機會，5個月啊，夠晒數啦，唔好再，其實已經遠遠超過我能夠容受嘅範圍啦。所以我就話呢樣嘢應該要停，OK？未停啊！呢樣嘢應該要快速解決、快速戰勝嚇。美國咧亦都係正在研議用極端嘅手段去處理問題。大家知道就係 nuclear 啦，即係用核武嘅方式嚟搞掂伊朗。知情嘅軍方規劃人士透露咧，美軍嘅特種部隊正係蓄勢待發，準備發動一場被專家認為軍事史上最複雜、高精密嘅特種行動，直接派兵深入伊朗嘅地下核設施，強行奪取及運走咧呢一個濃縮鈾嘅。咁呢個唔係就係 nuclear，即係核武啊！呢個 nuclear 即係好黐線㗎啦。我就意思就係話係一個咧最後嘅手段。咁你話係咪有辦法可以將呢一個稿山計劃要咁做咧？嗱，我再講多次，我係支持 bunker buster 嘅，即係掟飛彈。我唔支持派兵，因為入到去係啲乜你唔知。喂，入邊佈滿晒炸彈，佈滿晒輻射，美軍會死嘅。我點解要派兵去喺嗰個地方度深入600公尺下面去揾呢啲咧濃縮鈾咧 ？For which yes and no 點知？而個風險係超高。我點解要咁樣做咧？OK，但就係話咧，拋出嚟有咁嘅 option，唔代表我一定要做。OK，CSIS 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嘅副主任咧Joseph Rogers 咧就話咧，雖然佢好唔願意咁樣講，但鑑於目前嘅外交談判進展極為緩慢，透過軍事行動直接清空
同埋燒毀伊朗原有嘅核材料，已經成為最有可能嘅解決方案啦。佢咁講下，佢話呢個行動嘅複雜度係史無前例㗎，軍方必須調派數千名嘅地面部隊衝鋒陷陣，喺伊朗核心嘅核武據點周邊建立龐大嘅防守封鎖線，同時搭配工兵同埋建築專業部隊挖掘破除已經被炸毀嘅地下通道同陷阱，最後規模極小嘅精英特戰部隊進入地下室執行極度高危險嘅攞走 uranium 鈾嘅原料嘅任務。呢個戰爭嘅情況可能涉及到海軍海炮部隊第6小隊 SEAL Team 6嘅 Silver Squadron 即係銀色中隊，陸軍第2遊騎兵營嘅 Second Ranger Battalion， 以及負責處理同埋運送核武原料嘅陸軍第22兵工連21st Ordnance Company。咁呢啲咧都係佢要做嘅。我就覺得，為咗呢咁搞法咧，你亦都譬如話上次有被摧毀嘅科州福爾多，亦都有 Isfahan 呢啲咁嘅地下設施裏邊咧，要運出伊朗囤積嘅濃縮鈾。咁係根據 IAEA 國際原子能總署2025年嘅報告入邊咧，伊朗擁有嘅濃縮鈾嘅重量達到2萬磅以上嘅，你點運啊？同埋中間有幾大嘅風險？我冇話人哋攻擊呢個鈾本身嘅輻射已經好勁啦，同時你要知道呢樣嘢絕對唔容易，係毫無隱蔽性可言嘅，所以咁樣做咧非常難。與其係咁，不如摧毀佢，係呢個高山嘅 Pickaxe Mountain， 佢咁樣做係最好。我成日話伊朗呢個戰爭久拖不決不勝，即係唔完全終戰啊，勝係勝咗，但唔完全終戰咧係冇得埋尾啊嘛。咁你唔埋尾呢一點咧，要形成一個問題，就係美國會唔會深陷於 sliding into the Iranian quagmire？ 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地方。呢個 quagmire 即係呢個係一個泥潭啊！如果你繼續深陷呢個泥潭裏邊咧，就問題大。如果你繼續派地面部隊嘅話咧，我覺得個風險就更加大。所以我一直反對派地面部隊入去美國本土嘅，包括去攞核嘅，即係啲咁嘅核子嘅設施。如果要攞得 IAEA 喺伊朗完全扯白旗嘅情況之下去攞，即係佢完全戰勝伊朗。IAEA 無條件去攞呢啲嘢咧得，但而家交戰狀態下，美軍要派軍隊入去打，又要應付伊軍，又要應付輻射，呢啲咁用極短時間做到呢樣嘢咧，基本上唔係啱啊嘛。大家有冇睇韓劇？咪金特務啊，係咪？睇嗰啲咩鐵拳教育？你唔係拍爽片啊嘛，大佬！你今時今日實際上做嘅嘢係非常嚴重。你唔係 Tom Cruise 啊？呢個係即係你唔通拍一套咁嘅今日片就搞掂？唔係咁樣啊！今時今日你要知道係唔容易，亦都唔應該。我覺得唯一可以派地面部隊嘅就係佔領外島。我講過㗎啦，譬如話啲 Qasim 黑啊，就哈克島啊，同埋出邊嗰啲嘢可以，因為嗰啲係可控。你掃蕩晒所有伊軍，懟冧晒佢哋，跟住之後嗰啲嘢完全控制晒嘅得。但係你喺本土係另一個 another story 嚟嘅。我係唔贊成派美軍咧喺個地方度做呢個行動嘅。不過就係呢個行動係個 option，咁你睇下啦。option 就會比較好與唔好，應唔應該做啦？咁等佢哋去判斷啦。伊朗有冇啲講法就肯去呢個停手咧？有嘅。伊朗高層咧26號就啱啱琴日回應咧，只要美國維持停火狀態，伊朗就唔會發動攻擊啦。所以真係唔打唔知身體好。佢話伊朗嘅立場就係以牙還牙，如果攻擊停止，伊朗亦都會暫停行動。呢個信息已經傳達俾美國啦。咁睇下你暫停點樣行動咯。佢話一旦美國發起另一波攻勢，伊朗已經準備好更大規模嘅回應。我就話嗰啲船啊喺波斯灣塞住喺度，而家出唔到貨物無組合啦。咁你點啊？係咪打唔打？另外就係嗰啲核武你點樣處理？呢兩個問題就係最關鍵嘛。其他你啲海軍空軍已經越炸越冇，你軍事設施差唔多掃蕩咗1000個以上。OK， 咁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Mike Waltz 咧就話美國總統 Trump 已經決定暫緩
執行對伊朗嘅攻擊行動，尋求透過外交途徑解決爭議。佢喺度俾談判留空間，亦都多俾談判一啲空間啦。咁伊朗官員嘅回應就係話，伊朗政府唔會對談判抱有太大期望。比起樂觀嘅睇法咧，對暫緩攻擊持懷疑論嘅人好多。主流觀點認為咧，美軍嘅戰術性按兵不動並非真心停火。伊朗喺呢一方面累積足夠多嘅痛苦經驗，所以認為呢個係美國人嘅欺敵手法。其實欺敵嘅伊朗唔係美國。OK，所以我哋睇翻呢件事好清楚嘛，就係伊朗咧開始咧覺得，我哋要唔好打住先。我就話呢啲咪白面嘅手法咯，對我嚟講，打係咪？即係你可以停24、48個鐘，但係之後都要打。你要 L9要搞睇下中國嘅反應，你要 L48小時之後希望你同我打，呢個就係我希望打巢佢，冇得講啊！佢已經無力還手，打巢佢，滅晒佢哋啲咁嘅 PK， 因為呢班人唔可以留，呢班咁嘅極端分子。咁最近啦，雖然我唔係即係LGBTQ 啊嚇，但喺柏林度有一班 LGBTQ 嘅示威，佢哋有嘅自由嗎？佢哋可以做呢啲嘢嘛？咁突然之間有個激進嘅 ISIS 極端分子咧，攞車衝佢哋殺佢哋，起碼有一個人死亡，好多人受傷，呢個係慘絕人寰。咁喺咁嘅情況下，你睇到啦，呢啲左派愛伊斯蘭嘅呢啲極端分子懟你，咁你諗下啦，你 stand with 乜嘢 ？stand with civilization，stand with Western civilization 文明，定話你 stand with Islamic terrorism？呢個就係最大嘅一個抉擇你要去做噶嘛。如果你認為哎呀拉登好，反對美帝，支持拉登，支持蓋達，支持呢個伊斯蘭嘅一啲活動，支持伊朗，咁你自討苦吃嘅啫。我相信好多人要買下呢個教訓咯，呢個好基本嘅原則，呢啲係常識係嘛，唔需要我講嘛。OK，咁美國係咪繼續攻擊伊朗咧？咁曾經喺25號即係停火之前咧，癱瘓過2艘不遵守指令嘅船舶，確保安全完全嘅封鎖咧得以實施。向直升機登船檢查嘅畫面咧，亦都由美國中央司令部咧去公開俾大家睇到。目前美國對伊朗嘅海上封鎖依然完全有效。截至7月25號為止咧，中央司令部已經迫使12艘試圖突破封鎖嘅商船改變方向，癱瘓咗2艘未遵守指令嘅船舶，並對2艘船舶執行登船檢查作業，就用直升機嚇。咁佢哋睇到咧就喺阿拉伯海對懸掛割摩國旗嘅遊輪咧 MT Chemina 就係登船檢查。之前呢艘船咧多次違反封鎖，無視警告，經過登船檢查之後咧，呢個船亦都唔再航向伊朗啦，即係 that's the end of it 嚇。咁你睇到咧，伊朗亦都透過佢外邊嗰啲所有嘅代理人啦，包括也門嘅叛軍青年運動，亦叫做呢一個胡塞武裝。咁佢哋就係26號咧喺也門西北部上空擊落咗一架沙地阿拉伯嘅無人機㗎。無人機就冇人受傷㗎。但係擊落無人機嘅話咧，基本上咧就係想做一啲嘢。當然係呢個青年運動同沙地阿拉伯長期處於交戰狀態啦。當然喺咁嘅情況之下，你睇到依然都有小規模嘅一啲咁嘅衝突，依然有嘅。但我相信喺未來嘅情況之下，如果胡塞武裝組織係搞一啲咁嘅曼德海峽封鎖又搞呢個沙地阿拉伯無人機或者其他嘅設施嘅話咧，哇！伊朗會即係 Fury of Fire 會降臨伊朗，毫無疑問噶啦。我啱啱講過啦，即係兩戰相會嘅地方就係睇到烏克蘭用無人機襲擊裏海嘅伊朗船。呢一次咧，釀成1死1傷添㗎。事發係7月25號。被伊朗當局強烈譴責為犯罪侵略行為，指責咧澤連斯基即係烏克蘭咧企圖擴大戰事。面對北方貿易生命線被襲擊，伊朗外交部緊急召見烏克蘭代辦，發出強烈警告，揚言將會行使自衛權報復。德黑蘭即係伊朗已經向聯合國同歐盟要求追究烏克蘭嘅責任。伊朗外交部證實咧，一艘伊朗商船25號咧喺裏海被烏克蘭襲擊，
導致到船隻發生爆炸，並造成一名船員死亡同埋一名受傷嘅。我睇到呢一度咧，不免我要同呢啲左膠度呻呢啲左膠句話啦。香港有幾多 KOL 係做左膠嘅？一大堆啦，我唔想講名啦，大家知道邊啲啦。我係講思想、批判思想、批判觀念。呢啲觀念係講緊乜嘢咧？美國去對伊朗發動戰爭本身就係錯嘅。佢美國一開始就唔應該攻擊伊朗。你睇下幾多個人咁講？你睇嗰啲藝術家啊，彈琴唱歌或者係做下啲其他啲嘢，好多都係講緊呢啲咁嘅嘢。OK，嗰啲其實唔係藝術，嗰啲係發泄啫嘛。OK，做緊呢啲咁嘅嘢，佢哋不斷做緊嘢乜嘢咧？美國打伊朗打任何一刻都係錯嘅，由開始到而家都係錯。呢場戰爭唔應該發生。佢哋好支持烏克蘭噶嘛？啱唔啱啊？問佢哋一句話咯：烏克蘭用無人機打伊朗船，釀成一死一傷，澤連斯基是否做得啱呢？ Yes or no？ 咁你問佢哋一句話，佢答到俾你聽咯。啱。咁如果你啱，點解美國開始打伊朗唔啱咧？烏克蘭打伊朗就係啱嘅，美國打伊朗就唔啱嘅，因為烏克蘭做嘅永遠都係啱嘅，Trump 做嘅永遠都係錯嘅。就佢諗法就係咁簡單啊嘛，即係諗一諗是是非非對對錯錯，諗諗啦。我就話烏克蘭打伊朗正，咁基本，我已經答完俾你聽。咁嗰班人係咪有個答案俾大家聽？係正與唔正咧 ？Good or bad？Evil or kind？OK？你自己你問下就係 justice 定 injustice？你問佢哋，答個答案俾大家聽係咩嘢？呢個希望佢哋有一個好嘅答案俾大家。咁啊，講下其他新聞啦，就有少少時間啦。咁啊，高市早苗咧就係日本高市早苗咧就可能會改組內閣啦。咁啊，每日新聞即係日本嘅每日新聞咧，就係24號晚間咧引述幾名消息人士透露咧，身兼自民黨總裁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將會考慮內閣改組同埋自民黨內部人事變動，預計會喺25號咧特別國會閉幕到秋季臨時國會會議召開期間嘅8月或者9月進行㗎。而共同社係點名可能被撤換嘅政府同埋黨內嘅要員，包括咗呢個財政大臣啦、片山同埋自民黨嘅幹事長鈴木，即係鈴木俊一㗎。咁啊，舊年10月同自民黨聯合組成嘅聯合政府，原本秉持內閣外合作嘅日本維新會咧，態度最近有轉變，因為當時由高市早苗邀請維新會入閣㗎，但係維新會話唔好，希望喺內閣之外去合作啊嘛。咁最近日本維新會其實呢個最主要係關西喺大阪帶去好大勢力嘅日本維新會咧，態度轉變就話咧，只要高市早苗要求日本維新會願意入閣，咁啊預計維新會嘅黨員有機會躋身入閣㗎，因為高市早苗其實佢單獨自民黨已經過半㗎啦。咁但係你話要維新會嘅話，去擴大能力，呢個係利益。第二方面咧，呢個係承諾啊嘛，係個道義啊嘛。你原先係依靠維新會先能夠贏，咁啊維新會唔係你贏嘅關鍵，高市早苗亦都有其他贏嘅方法。但係維新會的確有加分作用，而你應承過維新會係俾佢入閣，佢當時拒絕，而家呢個 offer 始終係有效嘛。咁所以我覺得改變嘅機會好大，亦都使到咧可能自民黨咧將呢個維新會能夠包攬入嚟，呢個係擴大佢哋嘅能力。咁啊可以用呢個地方嚟擴大佢嘅支持率，因為咧就係高市早苗咧民望好高咁嘛一直。咁啊近日各個媒體嘅民意調查咧，即使高市早苗嘅內閣支持度最低都有40%，最高甚至有過半去到53%，但全都比上一個月嘅民調咧下跌5.3%到10.9%。咁呢個趨勢唔可以繼續持續㗎。咁其中咧，咁其實有關係嘅可能係一啲女性天王嘅問題啦，因為佢高市係支持咧非女性非女系嘅天王啊嘛。咁但係咧就你要發覺到係呢樣嘢會有好多嘅爭議嚇。
咁啊，其中每日新聞喺7月18號、19號做個民意調查，結果格外驚人，唔單止支持率比上個月下跌10%，不支持率44%咧，仲高於支持率41%嘅。咁所以睇到咧，可能係在於佢當時競選承諾亦係對抗通貨膨脹，但如今就無視選民對生活成本嘅擔憂，執意推動多項爭議性嘅法案。咁啊，大家知道咧，可能呢個人事調整亦都為明年9月底喺自民黨總裁任期屆滿高市咧，能夠為佢連任自民黨總裁鋪路㗎。咁啊，當然啦，即係好多原有嘅人士，包括咗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呢個總務大臣林芳正，外務大臣莫黃敏聰，自民黨嘅政調會長小林英之，咁會唔會喺有變動呢？格外係矚目，會唔會延攬新嘅年輕世代同埋女性呢？亦都好值得大家睇㗎。咁啊，呢個好值得未來咧慢慢去關注啦。另一件事咧，大家要知道嘅咧，就係涉及到日本咧，可能會有副首都啦。係啊，副首都啊，即係首都之外，仲有個副首都。咁因為日本自民黨同埋維新會聯合提出嘅主張嚟㗎。咁喺最近7月24號咧，喺國會係以贊成票123票，反對票121票，驚險通過並正式成為相關法案。咁當然啦，喺維新會嘅心目中，梗係希望大阪都即係變咗唔係大阪市。一方面係爭取更多中央嘅資源，另一方面咧，喂嘛嚇。咁啊，消息公佈之後咧，有關政策資源嘅副首都爭霸戰，令到東京都以外嘅地方政府咧，個個都有人咧摩拳擦掌嘅。其中大阪、福岡、愛知、唔係 Ace 啊。愛知愛你嘅愛，知道嘅知下，率先呢一個宣布角逐副首都，未來預計會更多嘅，即係譬如話咧係咪有話有人我睇到個圖上面有札幌都札幌有仙台仙台都添啊，仙台都去做副首都話，新潟捏加頭咁都得，廣島哇！江山屋卡亞茅咁都得佢葡萄好出名啊。另外就中京都Tokyo 中京都 Kyoto 旁邊即係過晒琵琶湖嗰個地方就叫中京都。大阪都京都唔會神戶唔會但有中京都。咁又甚至乎咧有個首都就希望搬入去京都都有啲咁，或者係我覺得佢好黐線。京都係古城嚟㗎，OK，咁乜人都有。但係大熱門咧，我諗都有嗰兩個噶啦，一個就係大阪，一個福岡。福岡好強嘅，即係大家去過日本都知道咧，九州嘅福岡咧可以講為儼儼上升嘅一個非常強大嘅城市嚇。但係你講歷史悠久嘅，福岡好歷史悠久嘅大佬，咁大阪都歷史悠久嘅。咁如果講呢個日本嘅幕府歷史嘅話咧，每一個都係扮演重要角色嘅。所以兩個比較有競爭機會嘅就係應該係大阪同福岡，其他你札幌羅太北啦即係亦都唔係個其他我講嗰啲即係地圖上咁樣顯示啫，但我認為呢兩個最大咯咁驚險通過啦，唔係個個人中意啦，因為點解好多嘅地方都有自己屬性噶嘛，唔係你啲資源分落去唔掂啊嘛，所以驚險通過123對121票。你話好少嘅投票咁驚險啊！一般嚟講咁被指定為副首都嘅條件必須具備咧中央政府嘅地方機關完備嘅地方行政體制，擁有一定規模人口同埋經濟聚集嘅條件。另外，地方行政體制可以透過設立特別區，或者由道府縣同埋政令指定都市簽署合作協議方式達成。確定獲指定為副首都之後咧，就可望享有法規鬆綁、稅制優惠呢啲政策支持。相關嘅法案有待即係已經成立啦，但仍引起日本朝野好多嘅質疑，認為好多具體嘅設計問題咧仲未搞掂㗎。OK，國會審議過程中肯定副首都必須係同東京同時受災可能性較低嘅城市，即係可以一個唔得，另一個可以運轉，即係基本上嘅 resilience 係一個韌性嘅問題啊。
另外呢部分係將首都直下型地震同埋富士山噴發列為主要嘅防災風險假設情景，但係並未將同樣會造成大規模災害嘅南海海槽巨大地震納入考慮㗎。建設成本方面呢，執政自民黨表示會利用現有嘅資源，有助於降低整體成本。試算出如果要作為東京受災時嘅防災中樞據點，咁建設經費至少都要呢，只要數十億或者係數百億嘅日元搞掂啦，就應該係可以處理到嘅嘢，應該係盡量能夠低成本嚇，去糾正呢東京都極度集中嘅問題。希望將呢樣嘢咧能夠好好嘅解決。所以最近咧，你會睇到咧，有好多嘅質疑，尤其東京都咧，好多人都係反對嘅。咁譬如東京都早於立川市建設首都中樞備援設施，佢離下之骨，即係中央政府咁遠嘅大阪或者福岡，係咪真能夠擔當到中央政府備援嘅功能呢？呢個涉及到日本嘅呢一種本身要做嘅呢件事嚇。所以我就話呢件事咧，咁樣開咗呢個討論之後咧，未來可能會有非常多嘅討論咧會出現㗎啦。即係唔單止係大阪啦、福岡啦、愛知縣啦，即係甚至乎係札幌各地都會討論呢啲咁嘅問題。歷史，咁呢個就係日本嘅民主嘅精彩地方。如果覺得唔好，咪重新嚟過咯，咪重新民主表決咯。我諗呢個係基本嘅原則。OK，好，節目時間差唔多，今日講好耐，咁我哋下一節咧再見。